夫月华。兵大人于现在拦路害冤，快把长子拿来我看。是。这道气了，想那无奈的乃是老夫得意门生，此案是他所生，此场有害他的官身。老夫倒要问上一位，你叫何名字？有生，我求生，我求生。他以我范围所及的场，其中定有缘故。我求生，随老夫前往东朝。多谢老大人。是子恩师请恩师孙子啊，也请向老夫当主公子才口之言，也请因我日子宽重，挂起别来了。恩师当着教训越深，声音肺腑，每日对此反躬私信，作为所有之命。也请鼓励了，是此恩师请。恩师请啊，请。哈哈哈！昨日恩师地区燕子院卷中，想必看过了，看过了。不知恩师有何高见？这个嘛，也请以老夫看来，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要申请此案，确实不容易哟。恩师夸奖，恩师夸奖了。也请言之一案，老夫已经看过，有几点情节，写在案卷之上，请也请自去看来。是。
想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此案不明尚有3年，所见初次冒名，请走一时道远之路，二次再往为我的边山之门，此你也有。所见工程休以当夜失落，也只不落在第3人之手，此你而已。所见在英雄家户因我求生，因我有怜悯心上，为我求生命愿，先此3年共延其春家。呀！风雨高，秋夜色落浮萍真，正听光禄撒花早。列明局长来交接，金銮特巧一才到。恩师因我翻起你。不要字，神文字，陈四字，明笔字，读音字，全言去，再将字哦，西台桥。以恩师之间，万当怎样推敲？以老夫遇见贼将此案，仔细所查，谁有迫在便当重审。这个一生不管聪明，所以上报安源衙门专人应部，批文79下，岂可轻率从事，再犯此案？你的有才，真是轻率从事。以一生看来上不足为你呀。门生才艺太自作，本领为师心难熬。这寡他年少欺人也力气，我万当层层有他可一道。两三番，不劳往返有何
齐王一走，难道连这一点情面都没有了吗？既若恩师定要前往，若身奉陪，你差了，不是你来陪我，乃是我来陪你。是此恩师请。恩师，这就是边山的王姐。年兄，请引我随随在一旁年兄时机轻便，何必多无言？恩师，言之却总在后院。凶手跳江而进、跳江而出的地方。哦，恩师，既无所见，就请回府去吧。且慢，叶妻，你来看。年兄，你看是我吗？墙高墙低，有当真言。恩师，不知恩师有何念头？后院
塞门，不走顺路，不犯后院地墙，反跳妓院高墙，不图胭脂桂发，恰到比赛方景。这是为何来？这个是高能，若是早已料到杀人凶犯竟非所见，女兄，恐怕你也是失策了吧？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因都蒙我错，你也错，大家半斤不两。你哦，好了好了啊！这是奉旨内何法放话？原来是一位宁茶，叶妻，此宁茶恐有事也你。恩师，杀人谁真乃是修业，这宁茶有何作为你？叶妻，修业谁是贼真？此宁茶落在凶手挑枪之处，难道不该贼茶？恩师高能，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便是凶手落下，一定是所见之法啊！叶妻，因我四次无多。是啊，女兄，你也太武断了，我看就不是所见之物，心口之王有何为之？为民父母必须自从，切不可意气用事，仔细教。你查是否罪证？难道不该罪责？你也非强制脱离，恰是为恶。此案迫在十次之多，佛查重审一番，也何不该？是啊，此案破产不测，实不重审，岂不是草菅人命？恩师，此案已申报刑部，倘若翻案重审，将人下来，何人承担？倘若赵氏将才下来，老夫宁愿托死承担。是啊，恩师是为托日承担，哪个像你将生命当作儿戏？父老送来万民山，不为清明天下传。亲身查访得财真，明察秋毫定此案。非比落落混用辈，心口之王王为官。恩师年满亲自从，许官衙生要事转。真是呀生错，真呀！我情愿扎下乌纱不做官。门生骄ยิ่开阔。
为夫。恩师，且慢。恩师，哎呀，恩师，今是深颜色里，怒气弥漫，都怪我彻夜不忍凡事却进去难的敷衍在精神，马内湖只得江中恩师迷，老恩师。向老夫小小也得，管不了你东厂府此事，我苦口婆心，话已说尽，愿不愿做个清官？有你死期，你才拿去。因我不走山门，不走实路，不犯后院地墙。
反跳结缘告教，不图胭脂贵妇，恰到皮山王爷，这是为何呢？此人他恐有事也。恐怕他人也是失策了吧？要是确着冒名我求生，拿来修业一阵。其为冒名便为杀生，为民父母必须自重，切不可意气用事，仔细教。修业当也失落父子sau心，所见失了修业，也是不能做他人之手。杀人凶犯，今非所见。你愿意强制脱离，巧是为何？我笑你死命请帖，却是糊涂昏过。此案夫三八策杀不中，生气不是草菅人命，糊涂昏过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草菅人命。在快马送来营部批文一前，营部批文。因此一案协同复判，因此发放为将，王灿兰监禁3年，凶手所见，接着帮扶发让此举。自负无暖的明知因断色看家家，追问身上天寒生前。好啊，因不批文三明经，是非确实早得清。暖的不愧百姓送怜悯，更何况不问一下安是天，岂用反复都是尘。还童儿说的凶顽到他的
那分我啥子你的皮青皮破银他子怕神头落地不遂难随出之人到那时公正廉明其自家生死请老爷升讨批斩。你说什么？请老爷升讨批斩。冬儿，传言之后当问话。是，传言之。燕子，我但问你一事，这枚银钗可是你家之法？此茶并非我家之法，小女子不知。做当真？小女子不过乱说。你去退下。是。传说就往城了。是，传说就往城了。所见，放在路过门外，因何口出狂言？哈哈，死在一地，将将郁郁何妨？我且问你，杀人英雄只是你从何而今，从何而出？那是公堂之上，你不分不清楚。今天半夜三更，怎么心血来潮，又分起这股来了？讲，此算是后门而进，后门而出，一派无言。请问大师，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从何而出呢？本命从前缘挑江而进，挑江而出。广度因何发现？无法大圣好也有一比，比什么？一字小小中，天sho有玲珑，佛作节节空，不吐大本。他生需要跑跳此类，你想想，燕子家中我曾去过，清清楚楚，守门守路。我是要进去英雄，难道
在后院上门哀响，反而去挑那些原高墙不成？是此可来，他这涉世无度，好笑啊，好笑！待了下去。王灿兰，大人，你有何愿望？大人，那只徐爷当夜便守了在我家门口，转眼不见，命为书记巡夜一夜，两人不曾离开。上人之事实为书记所为，望大人强查。我且问你，你有几个姐夫？哎呀，大人，命为表兄书记乃是青梅竹马，实在并无他人。我且不信。大人不信，可到街坊查问。虽说有人3番2次调戏于我，民妇也从未答允。是谁3番2次调戏于你？是毛大。毛大？我且问你，4月初1那天晚上，毛大夫人到过你家？这个民妇想起来了，4月初1那天晚上，毛大时曾来过。他来做甚？他拿着一枚银叉前来调戏，对我端插门外。毛大插门进菜，我便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记得是枚镶开把牛的梦的银叉。哎呀，不错，你看，可是怎样一枚？真是这枚。说的那夜，何事为作？毛大插门不举，书记就来敲门。想到也到不了了。把剑夺了呀！毛大，快将涉事变山之事从热走上。啊！哎呀，周老爷冤枉啊！你看这是什么？秋叶，秋叶之中还有什么？
次宁查是你英雄之日落在边山江下之外，张真却说早死不早。看到一次宁查不是小人的，算神者，算神者。毛大，你哪次宁才调戏于我，还不快走？毛大，这宁查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去的，你妄想拿？哼！事到如今，早死不早。无章无证，叫我怎么着？且真是三。哎呀，拉呀拉不掉这，小人愿照。瓦工。将毛大当日死牢，方才因之所及往城来。原来大人到，打开重本，查经。
这个说起此子来冒名，后院山门已是开，即使当年有重犯，恰为何？不走山门，不走顺路，不翻后院壁墙，反跳妓院高墙，不图胭脂桂发，恰到比赛方行。这是为何这个高能，若是早已料到杀人凶犯竟非属奸，女兄，恐怕你也是失策了吧？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应都没我错，你也错，大家半斤不两。你哦，好了好了啊！这是房子内何法放话？原来是一枚宁茶，你查也气，此宁茶恐有事也你。恩师，杀人杀真乃是修业，这宁茶有何作为你？也气。秀业虽是贼真，此宁茶落在凶手挑枪之处，难道不该贼茶？恩师高能，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便是凶手落下，一定是所见之法啊！也气，因我四次无多。是啊，女兄，你也太武断了，我看就不是所见之物，心口之王有何为之？为民父母必须自从，切不可意气用事，仔细教。你查是否罪证，难道不该罪责？你也非强制脱离，恰是为恶。此案迫在十次之多，佛他重生一番，也何不该？是啊，此案破产不测，实不终身，岂不是草菅人命？恩师，此案已申报刑部，倘若犯案终身，将人下来，何人承担？倘若赵氏将才下来，老夫宁愿托死承担。是啊，恩师是为托日承担，哪个像你将生命当作儿戏？这就是边山的王姐。那日他无端凶一大场，吓得我
年日早晚也不想，眼亏恩师不负宽色不听，还是我生得土，他骂我糊涂是糊涂。嘿嘿嘿嘿嘿嘿，年兄亲啊，因我岁岁在一旁年兄时机轻便，何必多无言？是，言字却住在后院。这就是凶手跳江而进、跳江而出的地方。哦，恩师，既无所见，就请为夫去吧。且慢，夜气你来看。年兄，你看是我吗？墙高墙低，有当真呀？恩师，不知恩师有何念头？
何人高呼月华？兵大人，于现在拦路害冤，快把长子拿来我看。这道凄凉，想那无奈的乃是老夫得意门生，此案是他所生，此场有害他的官身。老夫倒要问上一位，你叫何名字？岳生，我求生，我求生。他因我反为所记的场，其中定有缘故。我求生，随老夫前往督场。多谢老大人。是子恩师请。恩师孙子啊，也请向老夫当主公才口之言，也请因我日子宽重，挂起别来了。恩师当日教训岳生声音肺腑，每日对此反躬私信，作为所有之命。也请鼓励了。是此恩师请。恩师请啊，请。昨日恩师地区燕子案卷中，想必看过了。看过了，不知恩师有何高见？这个嘛，也请以老夫看来，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要申请此案，确实不容易哟。恩师夸奖，恩师夸奖了。也请言之一案，老夫已经看过，有几点情节，写在案卷之上，请也请自去看来。是。
想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此案不明尚有3疑，所以初次冒名，请走一时道远之路，2次再往为我的遍山之门，此你也有。所以功臣休以当夜失落，也只不落在第3人之手，此你而已。所以在英雄家户因我求生，因我有怜悯心上为我求生命愿，先此3年共延期春江。哎呀！风雨高，秋夜色落浮萍真，正听光禄撒花早。列明局长来交际，金銮特巧一才逃。恩师因我翻起你。伯牙子、神文子、陈氏子、明鼻子、杜英子，全言去，再将子西推墙。以恩师之间，万当怎样推墙？以老夫御见，贼将此案仔细复查，谁有破绽，便当重审。这个一生不管聪明，所以上报安源衙门专人应部，批文接着就下，岂可轻率终日，再犯此案？你的有才，真是轻率从此。以一生看来上不足为你呀。门生才艺太自作，本领为师心难这寡他年少欺人也力气，我还当层层有他可你当。两三番徒劳
要是轻举妄动上小堂怎么为师被你急往一走，难道你这一个情面都没有了吗？既若恩师定要前往，若身奉陪你差了，不是你来陪我，乃是我来陪你。